大家好，你好，我好，大家拢总好。请问你敢知影你的12生肖是想倒一个？来，咱即马先来摇看觅，等一下会是倒一只生肖？停咧！哦，即只是鸡。请问鸡是伫12生肖排序排伫第几？咱得做伙来看觅吼，下底咱会一只一只边头仔，甲恁讲哦，详细哦。一翅，二牛，三虎，四兔，五羚，六蛇，七马，八羊，九狗，十鸡，11狗，12猪。好，咱搁顶头来复习一下哦。来，一翅，二牛，三虎，四兔，五羚，六蛇，七马，八羊，九狗，十鸡，11狗，12猪。以上咱介绍的12生肖安怎讲？你敢会记一个？若准讲袂记一个，袂要紧，咱会影带搁顶头仔看，甲咱的12生肖边头仔学起来。上重要的，上无你家己的生肖想啥货爱知影哦。咱即马搁来看哦，咱12生肖的天伫倒位哦。来，摇看觅咧，哇，拢无好。来，多谢各位。